就係2018年嘅時候，咁本地有個媒體，佢就報道咗英國有個護士，咁佢有個未婚夫啦，咁有2個小朋友㗎啦，咁佢哋都諗住真正咁去拉埋天窗結婚，不過個護士咧就係俾同事有一個長期嘅欺凌，咁就有嚴重抑鬱，咁最終咧就佢都係選擇咗輕生咁樣，咁呢件新聞啦就令到我有好大感觸啦，即係我諗我會同好多市民都會諗一個問題，呢啲正面嘅事情難道唔可以蓋過啲負面事情咩咁樣？但係佢就係唔得，於是乎我就2018年啦去咗英國，其實去咗幾次嘅，咁我總共用咗3年嘅時間，咁就攞咗呢個原言之治療師嘅資格。佢話所有情緒病嘅患者咧，佢都會用一種叫做 CAS，咁我哋中文叫做認知注意綜合症狀。